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在甲人看病的时阵吼，我常常拄着唔知影要安怎讲身躯的器官的患者。咱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身躯，身躯汉字写做身躯，罗马字写做身躯。身甲躯拢是第一条，身爱变调，读第七条身。咱人的身躯分做4个部分，有头、手、脚、心脏。头有袂少器官，像用来看物件的目睭，鼻看卖有啥物味的鼻仔，食饭讲话小尖的喙，佮用来听声音的耳仔。五官咱甲叫做鼻、目、喙。甲头有关系的其他话有火烧猪头、面色面色，猪头互火烧着。面就会失去，唔则讲火烧猪头，面色面色，面色就是看到熟悉的意思。鼻仔真好，鼻啥物气味拢真准的人，伫台语内底，咱会叫伊好鼻屎。目睭歹，定物件看无啥会清楚的人，咱会讲伊目睭花花，牛仔看做菜瓜。煞咯，讲到喙。要形容一个人讲话含糊无实在，代志拢互伊讲甲伤过含、伤过好，咱会讲伊一支喙好蕊蕊。啊，若是耳仔歹的人，咱会讲伊耳孔重。像真侪人有血了后，耳仔的功能退化，人讲话伊就听袂清楚。啊，耳孔重的人会甲人讲的话听唔到。应唔着，咱就会讲臭耳人、咬冤话，就是咧考西人听无，佮爱乌白传话。复习身躯、心脏、鼻、目、喙、好鼻屎、火烧猪头、面色面色、目睭花花、牛仔看做菜瓜。一支喙好蕊蕊，耳孔重，臭耳人咬冤话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咱先小解头的部分，有机会咱再搁继续讲身躯其他部位的台语词。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